兄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咱批判心，大家来敬拜上帝。伊阁讲着写起来，因为这话真实可靠。伊阁甲我讲完成了，我是阿尼法甲欧米伽，是开始甲结束。最大的人，我要将活命水的水泉白白互因啉；得胜的人会承接这个，我要做因的上帝，因要做我的囝儿。三个的吟诗学了上帝圣诗第2首。圣在，圣在，圣在，全能大主宰，咱着唱歌齐声学了众主尊名。圣在，圣在，圣在，掌理天地甲海，学了上帝至尊至权主宰。圣诗第2首，来起立，大家来吟。现在。
咱犹原徛伫三角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任内受苦，变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做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先开圣诗后面启文4章，启文4章1071页，也就是以赛亚第六。启文4章，咱三个来启用。我有看到主坐伫宝座伫真悬的所在。伫伊的周围有西拉兵天使徛伫树后。现在，现在，现在，万军的统帅上主，伊的眼光。门厅因为呼应的声震动。迄时我讲，因为我是嘴唇无清气的人。我的目睭有看到王万军的统帅上主，有一个西拉弗天使陪我来我遮。将炭捂伫我的喙唇讲：你的罪过已经除去。我阁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啥人？我就讲：我伫遮，请找我。当心阿头来祈祷。一生天父，阮感谢你，看顾阮大家拢平安顺遂。伫安息日，阮同心的兄弟，聚集伫你的面前，感谢俄罗主。虽然阮有拄着哀伤痛苦的事，总是主你的怜悯、你的慈悲、你的疼，犹原甲阮三角伫地，做阮的瓦靠，做阮的帮站。阮满心感谢，阮搁甲感谢主，互阮大家事拢讲伤。逐人伫工作上、事业上、生活出力，拢有主你的祝福眷顾。阮谦卑压头伫主面前，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亲爱主，阮犹原伫意现时所陷入伫战争甲各种灾害受苦的人民百姓，求主互因会当早日结束一切惊吓、艰苦无奈。早一日恢复平静安乐的日子。阮也为着国内外的政治民主、两岸情势所有种种不公不义的代志，恳求主，互军队的战声拢变做吟诗，互世界正细囝快乐动起起，大家三好三听，荣光主你的名。阮感谢主，看顾阮西湖教会，互阮逐人有份伫主你的圣工侍奉。尽阮本分，贡献才能。即时，阮求主的听，大大临到伫阮牧师因的家族，因所敬爱的母亲林香惠执事，望主恩调，因的痛苦，因的忧伤，
目屎，求主拢擦去，成做因的瓦靠，也互因所要备办的代志，一切顺利圆满。感谢主，这是阮大家安静心，阮放下一切，伫主面前领受主你对天而来的教授甲祝福。阮感谢主你的恩典满满伫阮大家人的心上。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赞美，请献歌队。咱感谢圣国队用诗歌传咱来学到上帝，享受上帝的话，记载伫加列太书1章11节到24节，加列太1章11节到24，和合本261页，汉语本213页，现代中英本287页。加勒太书1章11节，咱来看，我来读。兄弟啊，我报恁知，论我平素所传的福音，迄个毋是照人的意思，因为我袂捌对人受着，也无人受教示，是对耶稣基督的启示。恁捌听见我前伫犹太教所行所做的，就是捆着上帝的教诲，真忝来陷害伊。故我伫犹太教比本族同辈侪人较进步，为着我祖宗的遗传搁较热心。若是对我老母的胎分别我，用伊的恩典调我上帝。既然欢喜将伊的囝显明伫我，要互我宣传伊伫外邦，
我就无人参详，也无像耶路撒冷，像阮遐个大先我做使徒的，独去阿拉伯，搁转来大马色。3年后，我上耶路撒冷去探基法，甲伊大15日，其余的使徒除去主的兄弟雅各以外，我拢无见着。当我所写互恁，我伫上帝面前无白擦。后来我到叙利亚、甲基利家的地方，迄时属犹太地点伫基督者的教会，犹久毋捌我的面。因简单听见讲前困着咱的，打团伊平所陷害的教，就是因为我归荣光上帝。以上，愿主的话诚做咱的帮助。讲到今早起，牧师所要讲的题目是上帝的呼召，咱继续来听。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10月份的最后一个主日，伫咱基督教会的传统就是宗教改革的纪念主日，就是为着纪念1517年伫德国欧洲的德国马丁路德开始伫10月迄年的10月31号开始即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强调独独挖靠圣经、因信称义，佮为着上帝的听，咱是领受上帝的恩典，毋是靠着人家己的功德来换着上帝的听。所以，咱顶主日甲今仔日即个主日，咱拢用加拉太书1章。咱知影加拉太书1章会当讲是使徒彼得、使徒保罗伊大声写的第一封批信。要为着互当时的基督徒，才会初代基督徒知影耶稣基督的道理，毋是爱参杂犹太教的教条，是爱完全来根据主耶稣基督的教示。所以今仔日咱的圣经信息分享进前，咱先做伙头来祈祷。慈悲疼痛，阁有丰富恩典的主上帝，愿感谢你的疼痛，你的大权能，日日保守阮，你也带领阮，一条甲主你关系哪来哪深的即个信仰的路，所以愿恳求上帝你赐落你的圣神带领阮的心思意念，互阮伫今仔日的圣经经节的中间，你亲自来对阮讲话，互阮无论是讲的也是听的，拢会当平平对伫主你的话来得到造就，来得到大大的利益。愿将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时间交托予主你亲自引带。愿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细汉的时阵，拢互人鼓励，咱互老师也是长辈来鼓励，讲咱爱加读一寡伟人传记。为什么？因为透过读伟人传记，咱见贤思齐，咱学习才会历史伟人为什么是伟大的人。当然，
牧师做牧师了后，也捌主理，也是参加做非常多基督徒的个别礼拜。同款伫个别礼拜中间，实际上一个足重要的一个天书，就是个人阅历、个人阅历。因为透过即个个别礼拜中间的个人阅历，咱常常会发觉讲竟然伫即短短的几段所写的个人阅历中间，咱才真正认捌到即个个人。但是咱也知影，咱的一生的年日几十岁，有人会当食100字，有的人做事业真大，有的人是算作是在世的时阵真平凡的人。但是不管安怎，伫个别礼拜中间的个人阅历、个人阅历，我想短短无够10分钟，爱将即个个人、即个过身的即个个人，伊的一生来做介绍。所以咱知影真侪咱伫几60当在世的日子中间，真侪爱恨情仇，也是真侪是非成败。结果咧，根本拢未列入即个个人阅历，敢毋是安尼？个人阅历内底绝对袂讲几月几号、几年、啥物人甲你冤家，无。几月几号、几年，你做啥物代志，互大家众人娱乐，通常拢无。可能做100项，敢有1项放伫个人阅历内底。咱既然知影安尼，一世人咱所经历的，敢若缩伫短短的几个段落，有真侪咱在世的时阵所看重的，真侪互你非常的愤慨，也是非常的伤心，也是感觉真无彩，一世人遗憾。但是真有可能，当迄日到的时阵，个人阅历根本未写遮的物件。若安尼，若想着这，真正咱阁有啥物咱放袂落的？咱若想着这，真正真侪代志，你拢会当坦然来面对，敢毋是安尼？咱今仔日读到加拉太书1章11节到24节，会当讲就是使徒保罗伊的自传，伊的写伊家己信仰的历程，对主耶稣基督向伊显现以前的信仰体验、信仰的路程，到伫伊拄着主耶稣基督了后，伊的信仰的改变，甲伊所做的代志的改变，对即个短短保罗的自传内底，咱会当理解为虾米保罗遮尔强调伊一直迄宣讲的稳定的信息。咱毋是透过个人做了啥物，咱个人有累积偌大的功德，毋是，咱是因为慈悲疼痛的主上帝守护咱稳定，互咱会当成做上帝国的一份子，咱会当成做上帝所疼的囝儿查某囝，咱搁较会当体会为虾米伫加拉太书内底，保罗是安尼来反对遐个用即经教条规定来做基础的宗教。伊讲毋是安尼，毋是安尼，
伊讲恁做倒饼啊，毋是安尼。伊讲你安尼做，其实无效。讲到伟人传记，也是自传，实际上咱讲较浅白的个人的见证，咱所谓的现身说法，这是有非常大的说服力，会当说服别人，就是我现身说法。这项物件好，为什么好？我用过是真正好。所以，为什么电视广告拢常常安排社会顶面有名的人来现身说法？亲像讲健康食品，还是什么药啊，拢会强调讲我过去跋倒啦、受伤啦，还是过头操劳啦，所以身体无好。食什么了后？3个月有真大的改善，这拢是电视的广告。尤其你若下晡时，你爱看电视，拢是即款的广告。哦，亲像这广告，这个电视截图，咱有中昼下晡时有看电视的，应该知影这个广告有啥物。骹骨、手骨画得真正真流利。当然，敢有效咱毋知，但是咱看到个人的见证是非常大的说服力，现身说法是上有效的。所以咧，有时阵教会聚会也会安排个人见证，想讲11月要到啊，咱伫11月底的感恩节。其实咱敢毋是安尼，咱也会安排咱的兄弟姊妹伫感恩节的聚餐中间，会起来讲，咱今年有啥物值得感恩的事，现身说法，个人见证。咱伫个人见证中间，教会的个人的见证中间，咱分享咱家己认捌主耶稣基督以前是怎样？可能脾气无好，可能认捌主以前真无顺利，然后咧，因为有主耶稣基督来帮咱带领，然后咧。整个人生、个人的命运，规个反转，咱通常个人的见证拢安尼。因为有主耶稣基督，所以前的无好的我，到伫今仔日，我有真大的改变。这是真典型的我前痴迷，打得着看见，前我瞎眼，今得看见。即款的个人信用见证，不过咱多读着，咱会发现讲无错，保罗主耶稣基督显现，互伊看见，甲伊未甲主耶稣基督相拄以前，真正有真大的改变。真正越来越好，但是保罗伫加拉太书1章11节到24节所写伊个人的见证，实际上甲一般的见证有无相款？啥物会无相款？倒搭有讲着讲前我瞎眼，今得看见这是即个奇异恩典的歌词中间的一句伊。作词的是英国人约翰牛顿，伊少年的时阵是去非洲掠当地的非洲人，然后卖来美洲去做奴隶，所以非常残忍，非常的做即款无人性的生意。然后伊信主了后，
伊痛改前非，甚至变成一个牧师。伊不只是牧养教会，伊搁一世人中间伫遐教大家，就是奴隶制度、奴隶制度是非常的无人性。伊爱大家解放黑奴，无错。保罗伊讲伊着伊家己，甲咱甲耶稣基督三度以前，伊讲伊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法利赛人。咱也知影，伊做法利赛人的时阵，伊的名是扫罗，无错。伊甲大部分基督徒的信仰见证嘛共款，认捌主耶稣基督以前是无好，但是主耶稣基督的疼痛甲带领，互咱有即马的咱。但是无共款的是，保罗伊所讲伊家己的人生的过程，伊讲过去的伊实际上比其他的人有搁较丰富犹太教的知识。伊伫遮敢若提起这，但是若伫伊写互腓立比的基督徒的批信中间，保罗安怎讲伊家己？伊讲伊伫还未甲主耶稣基督三度以前，伊讲伊在伫律法顶面，在伫律法的义来讲。保罗讲伊是无通嫌、无可指责、完美的意思。腓立比书3章6节，这互咱知影，保罗伊讲着伊的过去，甲咱一般的信仰见证所讲过去的无好是非常大的无相款。保罗讲当时即个叫做扫罗的保罗，伫宗教条文顶面的知识，甲伊的实践顶面，会当讲是无通嫌、无懈可击，是完美的。但是咧，其实对伫伊迫害基督徒，伊的热心煞变成去迫害当时认耶稣基督做主宰的遮的犹太人。咱会当看出，这是出对伊对宗教热情的中间产生的一个空虚感。所以保罗变成讲用搁较，咱讲狂热，搁较多的热情去做伊认为对的代志。但是伊认为对的代志，竟然是迫害、白白是犹太人。咱上早的基督徒拢是犹太人，甚至上早的遮的认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遮的基督徒，遮的犹太人的基督徒，因无认为因是信一个新的宗教，因为白白是主耶和华上帝，白白是敬拜上帝。但是保罗出对伊宗教热情中间的迄款空虚感，伊竟然是透过搁较热情伫迫害基督徒，迫害白白是犹太人的同胞，想要照着安尼。看工会当讲，互伊内心无无言，内心的空虚，看工会当拄去。实际上，咱嘛爱反省咱家己。咱敢有时阵，亲像保罗共款，亲像迄个扫罗共款，保罗上起初叫做扫罗，
当伊伫迫害遮个犹太人的基督徒，迫害伊的同胞的时阵，的即个扫罗，咱敢有甲伊当时相像？咱伫教会无闲推动真侪事工，咱有可能热心参与一大堆活动，但是咧，会感觉心中愈来愈空虚，对伫信仰会感觉愈来愈无用，敢有可能？有可能咧。当然，安尼来反省咱家己，无代表讲参加教会事工、参与伫教会事工、参加教会的聚会，也是维持咱甲兄弟姊妹、主内兄弟姊妹的团契生活无重要，毋是即个意思。反倒转，这个事拢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是这一切应该是咱为着回应上帝的听甲恩典，以及伫出对咱甲上帝的关系，所以咱对内到外，咱产生热情，咱热心伫教会事工，因为咱知影上帝听我，因为咱知影上帝的恩典是遮尔美好。无上帝的听，无上帝的恩典，今仔日的我，袂是即马的我。这就是迄个动力最重要，迄个动机最重要。足侪好人，动机无正，后来做出来的行为，真有可能是对别人产生真大的损伤。这无论基督徒非基督徒，中间咱拢有可能看到即款的例。当动机有一丝丝无纯正，到后来产生的结果会天南地北。就亲像常常伫讲台业务师会讲，咱要坐车去台南。咱要坐高铁去台南，咱去南港车站去坐高铁。你讲我坐高铁就好？毋是，南港是最上北边吼。咱去台北车头，咱去台北车头要坐高铁。我讲坐高铁会当去台南，即句话敢有对？有对啊。可是你拆车票，还是你坐即台车是台北到南港？你讲安尼坐高铁会当去台南就毋对，你会感觉怪怪。为什么？你坐毋到车嘛？你应该是台北罗南的高铁坐到台南站，但是咧，你敢若掠掉坐高铁会当去台南，但是伫台北车头你是看到有车就坐，结果。即台车是台北车头要去南港站，无怪坐袂到台南。所以动机非常重要，即个动力的根源是非常非常重要。咱是回应上帝的听甲恩典，咱是出对上帝甲咱的关系。所以出对宗教的热诚，咱讲狂热。当年的保罗，迄当阵叫做扫罗，伊真力迫害基督徒，迫害遮个认主耶稣基督做救主的犹太人，因为伊坚信遮个基督徒的存在威胁到犹太教的纯正信仰，所以努力来捆住、迫害因。不过，国外的主耶稣基督
却显现伫保罗的眼前，透过显现，透过问伊，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这个问题，望着这个心中空虚的保罗的心，望着伊的内心，互伊内心的空虚来除去。就算讲当时，其实保罗是要去大马色的路中，伊为什么要去大马色？要去准备要迫害伫遐信主耶稣基督的犹太人。就算讲当时保罗是遮尼刚热、遮尼热心伫遐迫害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主耶稣基督犹原显现伫伊的眼前。主耶稣基督显现，互保罗看到，这互保罗感觉非常的奇怪。伊感觉奇怪是讲，伊即款的人，对伫主耶稣基督来讲，无啥物功劳，反倒当伊做的代志是迫害耶稣的门徒，迫害遮个军队主耶稣的犹太人，这是歹事。但是，就算保罗当时是安尼，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疼痛，竟然临到伊，这互保罗当时的保罗突然中间了解到，伊对细汉到大汉所敬拜的上帝，是一个甲伊有关系的上帝。这个关系袂因为伊一时的空虚，一时的无明，做了歹事，这款的关系就无去。上帝甲伊是一个有关系的上帝，甲上帝，保罗体会到甲上帝关系的这个上中心的事，毋是咱做偌济，是咱要怎样活出这款的关系。亲像讲，咱细汉考试考无好，当然父母加减会甲咱骂啦，对无？甚至会处罚，哦。可能恁无哦，但是牧师细汉的时阵，其实嘛有哦。无处罚，无拍，啊嘛会骂啦吼。若无嘛是会安尼小可无欢喜，哦，表现出无欢喜，考试考无好，哦，无认真读册，正常嘛，父母关心咱。但是敢有偌济父母真正会讲，我的囡仔考试考歹，所以咧宣布断绝关系。我想，咱的父母袂做这款代志，伊可能会伤心，会受气，但是这个关系是大人甲咱世世的这款的亲情，是袂因为咱细汉的时阵做歹，伊就断绝这个关系。有啦，非常的少。何况是上帝？咱讲上帝是疼，咱是上帝的囝儿查某囝，咱是爱活出这个关系。当然要活出这个关系，咱伫行动顶面爱结出圣神的轨迹。但是咱是活出这个关系，做中心，毋是中心，毋是咱做偌济，我做较济，你做较少。我拢在做，你拢无做，所以咱回想起来，无错，教会拢加减，人拢是会有问题。但是有偌济时阵，就是即款的心态，我做济，你做少，我有做，你无做，你为什么做安尼？
我做安尼，你做安尼，为什么？结果咧，大家伫遐无欢喜。想想诶，其实咱甲上帝关系的中心点是咱活出即个关系，亲像咱讲咱是主内兄弟姊妹，咱就是活出即个关系，毋是我做济你做少，我要安尼做，为什么你是安尼做？活出即个关系，比做偌济、做啥物，实际上搁较重要、搁较大声。咱知影，保罗就伊所讲，伊对细汉就是虔诚的犹太教徒，伊按照犹太教的规定受割礼，伊照着犹太教的条例，严格来遵守啉食的规矩。伊也照着犹太教坚持守安息日。其实保罗伊细汉所做的，就是保罗写批予加拉太遮个正教会的时阵，加拉太教会所拄着真大的问题，就是犹太教背景的基督徒强迫其他的基督徒，拢爱做遮个代志，爱受割礼，爱严格遵守啉食的规定，然后毋是主日做礼拜，是爱伫安息日来守安息日。直到当时加拉太正教会出真侪问题。但是保罗就是因为伊家己的经验，伊深深体会到，遮个犹太教背景的基督徒所伫遐强迫别人做的代志，实际上敢若靠遮个外表的行为，根本无办法互人得到甲上帝的关系，甚至掠着遮个犹太教的条例。煞引起了主内兄弟姊妹伫加拉太正教会中间的侪扰乱，真侪动乱，真侪人甲人的无欢喜。所以保罗的见证提醒咱，只有上帝的慈悲疼痛甲恩典，才会当改变咱的生命。甚至侪时阵，当咱尽力。已经尽咱的力啊！但是咱基督徒只是会当安静仰望上帝，咱只是会当看上帝超越人所求所想的奇妙作为，然后咱对心中大声懊恼伊的慈悲疼痛。真正，保罗甲主耶稣基督三拄的经验，改变了伊的生命。但是保罗伫今仔日咱所读加拉太书1章11节到24节，伊所强调的就是，即个甲主三拄的经验中间，上帝呼召保罗活出新的生命，甲新的使命。这就是咱所讲的呼召。上帝呼召咱基督徒，不只是带予咱个人的改变，是爱予咱的生命，因为得到新的使命来改变。咱活地拢有一个使命，无论咱徛伫倒位，无论咱的身份是啥物。咱诚做基督徒，咱即个新的生命是有咱的使命，是有上帝所定定的一个计划伫咱的心中，因为安尼咱来得到改变。同款的，上帝伫即个时阵、即个所在，也呼召你我，咱每一个基督徒
爱咱伫咱家己所徛的所在，咱时时刻刻拢诚做上帝的宣教师。无论伫教会、伫工作、伫家庭、伫社交生活中间，上帝拢爱咱活出伊对咱的呼召，就是真心、真心、真意来听伊，并且听别人亲像家己。就像这领受上帝的呼召，代表咱了解到上帝是要使用咱，并且通过咱所做的一切，互咱会当影响到更较侪人的性命。咱拢爱理解到上帝呼召咱，所以咱会当提醒咱家己，伫咱所讲所行顶面，咱拢是要服侍上帝，服上帝所呼召，也代表咱所做一切是为着上帝的旨意来成全。所以，毋是照咱家己的意思，是照伊的意思。其实，咱读加拉太书1章11到24节，保罗的见证，伊的人生的过程，也反映出咱的信仰历程。上帝的慈悲、疼痛、恩典已经临到咱，互咱领受伊的呼召。上帝也亲自装备咱，照着伊的旨意，通过咱所讲所行，互伊的旨意通成全。就像这，愿咱拢因为了解到上帝对咱的呼召。因为咱有谦卑咱家己来互上帝所使用，咱会当活出一个有新的使命的一个新的生命。咱做伙额头来祈祷，听阮的主，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今仔日读到保罗的信仰见证。互阮体会到，阮其实甲保罗真类似，就是阮早前可能甲伊同款，非常的热心，但是却是照着家己的意思来热心，因为有可能无迄个机会，亲像保罗伫大马色的路中，有你的圣囝亲自来显现。但是主啊，当阮行过阮过去所行的信仰历程，感谢你，互阮知影，亲像保罗所讲的，当阮认主你做救主，当阮呼求你带领阮，当阮立志要谦卑来跟对你的时阵，你的恩典疼痛就赏赐互阮。主啊，也恳求上帝你，亲像保罗同款。你亲自教导阮，透过阮读圣经的时阵，透过阮祈祷的时阵，透过阮默想的时阵，透过阮伫日常生活的生活经验中间，恳求上帝你，也亲像互圣囝耶稣显现。互保罗同款，也互阮经验到搁较大的激励，也互阮会当看清楚你的旨意。主啊，愿主你的旨意伫成，
恳求上帝你看顾甲引带。我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感谢牧师通过上帝话，互咱真好的勉励。应答上帝话，咱三克来吟诗歌圣诗552首。大家勇敢同齐脚步，虽然行过黑暗路，咱的头前遥远路途，有咱救主在保护。星在带路，灿烂光明，夜头看伊来进前。我靠上帝好打进前，着进前，着进前。我靠我主来进前，552首，咱起立三个来吟。这是咱要来奉献，咱请玉珏执事甲秋妹执事来实现。
现在大家平安。平安。今仔日有两位捌来过，杨嘉玲，两个我约着一个，一个住伫美国对毋对？对。真欢迎你过来，这就是咱玉洁执事甲志杰厝边，嘛是咱西湖教会的好朋友，欢迎恁来，咱来看报告的事项。第一，叶牧师就是咱牧师伊的母亲林香惠执事，伫美国的时间10月18日早起蒙主文调，在世享年83岁。个别礼拜要伫济南教会举行，日期时间咱听候通知。第二，今仔日礼拜了，咱要举行中执会甲小会，请咱中执老乐参加出席。第三，后礼拜是台湾新航医红点主任道硕3年级学生陈泽新同学受派要来咱教会请安报告。咱教会叶牧师受派要前往中村教会。第四，每礼拜五暗时7点半，咱教会有3间祈祷会，主题经文是新约圣经加拉太书，请咱兄弟踊跃参加。第五，需要探访或者是愿意开放咱家庭来举行家庭礼拜，兄弟姊妹，请咱来过咱牧师也是咱中执的来安排。第六，后礼拜台湾新航医奉献主日题目甲经文诗歌，请咱家己来看。聚会活动，咱主日礼拜是早起10点，圣歌队练唱是早起8点45。咱2礼拜一届的泡茶分享是下晡2点半。咱有每礼拜五暗时7点半有3间祈祷会。咱草话班是1个月1摆，早起10点。3间的经节以及咱顶礼拜的出席甲奉献，请咱家己来看。留毋着，咱过节来见证。献讲的事项，今仔日的交代是有来兄谢宗祭，插花是张老师，青草是燕庆祭。后礼拜讲道是陈泽新，书会是秋妹执事。苏琴是玉珏执事，领主是余阳执事，水贤是民兵执事、余阳执事，交代是文良兄、贤忠兄，插花是插花班，青草是免议长老。咱来看咱即礼拜的经句，以赛亚书6章8节，我阁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治水治水要为我去。我就讲，我伫遮通找我来，咱来三角来。我阁听见主的声，我通找治水治水要找我。我就讲，我伫遮通找我。我阁讲见主的声讲，我通找治水为我去。我就讲，我伫遮通找我。我又听见主的声音，我可以差遣谁？在这里差遣我，是指出。我咱习完这点，三大用讲说，咱来互相请安，好来，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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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到时间短时间，咱伫前即几礼拜，咱有一个泡茶分享，也是我来分享伫我迄个漂流木，甲着咱今仔日的献诗，圣歌队的献诗，
我感觉有一点类似，就是我看云彩倒满山峦，喜乐亲像云。乌白云彩相变化，日头时常无离我。虽然受考验，一滴一滴好水流，直到大水流过花。每次我看到那个漂流木，我就会深深来看这个漂流木。迄天我有摕几个地来，有各种的迄个素材我拢处理过好，大家都水水咱讲兄弟有看到。我要讲的就是讲，我每摆看到这个漂流木，我就想到讲，当初伊伫山顶的时阵，也是伫倒位拢袂要紧。当初伊拄仔咧长大的时阵，伊是受到照顾，也是讲受到安尼保护安尼。经过安尼风吹日晒、火灾地动，也是山崩地裂，伊安尼来转去、落去，对山顶互大水安尼冲。安尼大海安尼架安尼景安尼受伤安尼到尾留伫海边还是河边安尼大部分拢是伫海边啦。我就把它捡回来，我就把它去除那些伤痕，有受伤的啦，有溜皮的啦，我拢吐的安尼，有凹的有烂，我拢会乌起来，拢会清起来。继续用安尼稍微修整去除不要的，然后用迄个凡士林安尼来推来抹，到尾就变甲金金足水。我要讲的就是讲，咱不敢若是即块漂流木，咱受主竞选，互咱伫即个时阵，咱经过咱的人生。我有讲过，迄天我有讲过，我的人生是安怎对乌白变彩色的。我就敢若漂流木，咱经过较侪的艰苦安尼，来到咱到即个时阵，会当受主拣选，诚做伊的囝儿，伫咱教会安尼享受主的祝福，恩典满满。就敢若咱即点了主带咱七起一个伤痕，吐掉咱一切以前的歹，用安尼带咱保护，互咱每一人兄弟姊妹拢诚做一块足水足水的菜。摕伫咱厝内底水的所在、好的所在，这是迄天我要讲上重要的结论。迄天怎无通讲，今仔日补充报告，安尼甲咱分享。佫讲一项细项的，有时候我今仔就教迄个学生囡仔变魔术嘛。因这个小孩子1年级，因的学习能力真的是有够强的，超过我的想象。咱的想象是超过我，超过咱的想象。因为我变魔术一个月一礼拜一届，就差不多变2个啊，变2个嘛。不好，一礼拜都要变几个安尼。他们就学习很快。老师过来了，来下一个，下一个啊。我就想讲安尼怎么应付了？怎么应付得了啦？我就想一寡益智节目、益智游戏啦。还刚我就准备一个益智安尼，点对点的连线安尼。我的答案已经有答案了，我的答案是很复杂的，很复杂的我也一直说我就在那边期待，看恁那边你们想不出来安尼结果我单分好年啦，他分好到要未坐落来，老师我画了，这么快，我都摕来看卖呢，竟然每个人都一样，每个人的答案都一样然后比我很简单可能我们感恩节还是圣人的节，我拿来给你们看，我相信你们会玩得像我一样，玩得像我拿给美燕玩的一样，这是不可能的啦。美燕是围来围去，围来围去，围到尾是围不。结果小孩子的他们的理解能力安尼，一下都来围起来。咱期待后一包条恁看。结论要讲的就是讲，他们学生给我一个回答说。老师，你为什么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我听起来真的所谓的教学相长，真的是我们以为说会考倒他们，结果说去考倒我们。跟咱分享好，咱这时大家来吟所要编的诗396，圣诗396，咱起立，大家来吟。
拢是有领受对上帝来的呼召，就是爱真心、真性、真意来听伊，搁爱彼此相听，听别人亲像家己。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做伙伫地，对即时到永世大无尽。阿门。